想將世界變得簡單，想將工作變得簡單。Insu 正在開發一套人工智能工具，應用於建築設計準備同法定審批過程。當複雜嘅法規、條例同流程都可以由 AI 自動分析同處理，建築師就可以專注於設計、創造以及建構更美好嘅城市同環境。另一方面， IP 係獨一無二嘅 IP 亦係可以持續發展嘅資產。Insu 係一個擁有巨大潛力嘅項目，由概念開始，經過實踐與不斷優化，從手繪創作到動畫呈現，再到實體產品。透過呢個過程，Insu 嘅理念會逐漸具體化，亦展現出一間建築設計公司如何將建築同創意嘅理念真正實踐出嚟。今年係我哋2週年，Insu 亦會帶嚟更多實際嘅成果同作品，一步一步將理念變成現實。